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节目，我是综艺群阿群妹。嘿，今日是冬节咯，大家冬节有设扮演吗？你客家人听说爱设咧，就会喊扮演啊，底部爱加那个茼蒿啊，还个爱加猪肉啊，表香葱油啊。好，阿群妹想到口水就会流出来。不过下礼拜除了是冬节以外，其实还有另外一只，虽然佢是西洋人，佢是西方的一只特殊的节庆，不過一下台灣人要當當然想愛啲嘅到鬧嘢，聽也聽下來過一只鬧嘢的聖誕節，我們說就是聖誕節。故事講到呀，聖誕節啊，啲種啦，沒有很有聖誕節的氣氛哦。今日喺節目當中愛同大家來分享嘅，就係種啦上天嘅地度有很熱鬧的聖誕節的氣氛，愛同大家來分享。不過地度沒有一間落伍，有講到客家，還有講到歷史的故事，給大家來分享。中平路故事館的館長，歡迎品純。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中平路故事館的品純，今天很開心來跟大家分享關於中壢的故事。歡迎品純來到我們節目現場。那今天是 live 直播，那今天也是客家人，就是大家都會過的冬至。但是我剛剛特別強調了，你知道我們客家人超級喜歡吃鹹的湯圓。是的，對，所以要告訴大家，祝大家冬至快樂啊！冬至快樂。對，然後記得要多吃一點湯圓，但是不要吃太多，對胃不太好。沒錯，沒錯。對，那其實這一次的聖誕節，那中壢也有一個暖暖的聖誕節的氣氛要跟大家分享。對，那我們大家都知道，其實，在中壢火車站前面有一個非常熱鬧的商圈。其實全國非常多的火車站前面都會有一個很熱鬧的商圈，那中壢也是不例外。對，你就會看到，不管是上下課的時間，還是假日的時間，商圈前面都，嘻哈被咚咚引非常多的人潮。那裡面就有一個叫做中平路故事館，對不對？那這個中平路故事館，它大概什麼時候開館的？到現在有多久的時間？故事館的話，從去年的5月31號正式開館迎賓，那到今年呢，其實也維持了1年半的一個時間。對，那這棟老屋子呢，它非常非常的有溫度、有感情。那用它的一個歷史記憶來溫暖的迎接所有來自各地的一個旅客。有，我們現在照片上有看到一些中平路故事館的照片，我覺得它給我一種很日式的感覺。是的，沒錯，對，它就好像我在卡通裡面看到櫻桃小丸子他的家一樣。你看現在這個地方還有那個榻榻米，對不對？然後冬天可能就應該要擺上一個暖爐桌。是的，對，所以這就是中平路故事館它的樣貌。對，所以它算是一個日式的建築。對，沒錯，中平路故事館它是一個雙拼的日式建物。那它以前呢是給兩家人，王家跟廖家作為日式的一個宿舍使用的。那現在呢，它重新整修之後呢，就開放給所有的民眾來做參觀。對，那它在裡面有一些常設展，對不對？是給大家可以隨時可以進來看的。那常設展的內容大概是什麼？是我們目前館舍陳設的呢，包含了之前的一些他們原本生活的一些記憶的陳設，包含了日式的一些榻榻米，剛才在影片中看到的，那也包含了我們之前走讀老中壢展示了包含中壢在地的一些老店家的部分。對，所以有這些當初的人生活在這裡留下來的一些生活用品，我們把它展覽給大家看。那這個商圈，這個故事館的位置，它就是在商圈的裡面嗎？故事館它的位置正在非常熱鬧的商圈之中，所以它算是鬧中取靜的一個小空間。哇，所以大家去那裡可能逛逛街啊，然後也可以到故事館裡面享受一下悠閒的氣氛。對，沒錯。對，那這次商圈辦了一個聖誕節的活動，那故事館也有一起參加。對，那這一次聽說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市集，它的名字我覺得很奇怪，它叫做石木尼，我不懂為什麼要叫做這個石木尼的市集，真的是很奇妙這個名字。好，就讓我跟各位做一個介紹。那石木尼市集的話，是我們其實從去年開館以來呢，就一直有在持續辦的一個活動。對，那當初取名叫做石木尼呢，就是其實是斯慕尼曲。原來客語翻跟我這麼有
有关系，我都想不起来它的连结。原来是生木尼，叫做石木尼，好可爱哦。对，它是一个感恩市集的概念。那希望说呢，就是把一些中立在地的一些文创业者跟一些故事小物，能够都聚集到我们中平路故事馆以及在中立商圈上面呢，来做一个就是文创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展售的机会，这样子。所以它比较多是文创的品牌，然后做一些文创的商品跟大家分享。对，没错，包含一些像是手做的一些包包啊，然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肥皂。那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店家，他们非常用心的特制的关于中立的一些地方故事，或者是中平路故事馆的一些手工饼干啊，或者是一些记忆小物这样子。对，所以这礼拜是圣诞节哦，泰嘎优寒的时间，不要忘记。而且其实很多人有补假。对，所以大家不要觉得那个要出去走一走很累啊，假日要在家里休息啊，其实不会，就是利用2年的时间出去no boy 行聊聊啊，可以放松自己的心情，然后去一下石木尼市集，去那个让商家跟你说一声生梦尼，好不好？对，都欢迎大家。对，可以希望大家看 Q 哈希这个石木尼的市集。那讲完了这个圣诞节的活动啊，我想再多了解一下这个中平路故事馆它的本身。其实我在这里有一个 DM， 里面有它的建筑，我觉得它的建筑特色好，跟我以前想象中的不一样，就是它很方正，每个房间都方方正正的，好整齐的一个格局。这个一开始有说它是日式的建筑，对不对？是。而且里面有很多很有特色的名字，像是什么居间啊、座敷啊。居间就是房间，睡觉的房间的意思吗？是的。对，所以居间是睡觉的房间。那座敷，座敷的话是他们以前的客厅的意思啊，对，是客厅的意思。但是这应该算是就是还算蛮有钱的人家才会有这样子的格局，对不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完整日式建筑的格局。对，那包含了从入口这边可以看到他们的踏入进来的部分，其实就是以前日式宿舍的一个玄关。那我们从玄关进去，对，进去踏入就是那个开拉门打开有一个脱鞋子的地方，是那个叫踏入，然后再往前就会上一阶的台阶，有吗？是，一阶的台阶，然后就会有一个长长的走道。对，那个就是所谓的原侧，这个就叫做原侧，这就是樱桃小丸子他家啊，对不对？就是我们马路口的家啊。对，就像他们家一样，有玄关，然后有那个原侧。对，那原侧就是夏天的时候，马路口我同家给爷爷、同家给阿公在旁边吹风，对，谈心室的一个地方。对，所以原侧的外面也是有一个像是外面就是这里有一个户外的空间，可以种菜，对不对？对，那之前的话，这边其实也可以养鸡、养鸭，对，都在这个空间来进行。对，没错。然后还有一个炊事场。对，没错，炊事场就是他们以前的厨房哦。然后厨房下面我有看到这个一格一格的很整齐，它是有一个神秘的地下楼的空间嘛？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像是你知道楼梯的样子，这个是什么啊？这个的话，他们以前呢是拿来作为就是腌制的物品存放的一个空间。对，那其实日式宿舍他们的通风都非常非常的良好，所以包含了就是储藏空间啊、通风的一些设备，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完善的。对，我知道了，所以这个储藏空间啊，给客家人住，底部就会不用一点卤肉配类啊、卤咸菜啊，就是放这些腌制物，对不对？所以其实客家人在日式的建筑，你看。融入的非常的完美，对不对？非常的完美，而且上面有写说这个是王家跟廖家，等于说他是两家人。对，没错。对，这边的话，他们以前呢，其实空间上面是分开的，就是它没有中间没有打通，所以就是隔间，一边王家一边廖家。对对对。那现在的话呢，如果各位来到故事馆这边的话呢，来做参观，其实它为了民众参观的一个方便性，那目前的话是打通的，所以其实大家一来呢，就可以一并欣赏廖家跟王家两家人的一个生活故事。但是一开始有说到这是一个日式的宿舍。
对，所以这个日式宿舍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建的？这栋日式宿舍的话是在民国19年的时候新建的。民国19年。对，没错。那新建完成之后呢，它其实就纳入了日式宿舍。那这个宿舍呢就分配给了文化局的公务人员来做使用。对，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王家跟廖家人的一个入住。所以他们也是公务人员，就是文化局的公务人员这样子。是没错。所以有2家人就入住到这里。对，所以他们共享这个空间，甚至他们，因为我在这一本书里面啊，还看到一个水井，是连水井都共享的。没错。其实这个水井不止2家人共享，是整个中立人都共享。对，因为其实以前他们故事馆的位置刚好在中立的一个交通枢纽上面，对，没错，对，所以旁边也有看到这个火车，对，没错，所以来到故事馆这个中平路、复兴路这路段上面呢，其实都会先来到之前的王廖家这边来取一杯水，然后来这边做客，然后来谈谈心、聊聊天这样子。原来如此，那这个王家跟廖家应该要非常的好客哦。是没错，就是客家人的好客精神，因为常常会有人来讨一杯水喝，然后叫他聊个天，而且王家廖家感情要很好。没错，不然共用一杯水可能会共用一口水井可能会吵架之类的，对不对？对，所以其实这个中平路故事馆啊，唔但唱有动到历史的故事，咩有动到客家的故事，韩国地方咩有动到头摆人成翻到亚威家的留下来的成翻的味食，韩国家的成翻的历史故事。先休息一下，等下广告转来再来同大家来分享。好，欢迎来到福喜来嘅节目，我係综艺群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嘅就係中立嘅中平商田，韓國中平路故事館。咁喺呢啲上一趟節目當中啊，講嘅到中平路故事館，佢地度有乜嘅，佢地度本單係嚟乜啥？嗰個接下來就來看一趟影片，來看看中平路嘅亞東屋，上來係什麼樣版。这是我的家，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虽然因为阿公过世后，政府就将这栋日式宿舍收回，但我依然深深眷恋着过去在这里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家族的凝聚力很强，逢年过节或是阿公阿婆的生日，大家一定会回来团聚，一家人和乐融融地聚在一起谈笑，这是阿公阿婆最开心的时光。曾祖母与阿公十分好客。爸爸曾说，以前家里总是有许多亲朋好友来访，尤其碰到大拜拜时，还要拜托擅长办桌的伯公到家里帮忙，才足以应付大量的宾客。我们常常觉得，就是说我们饮水要思源啊，这个井真的是我每次看到这口井，我都非常感激，非常感恩啊。这口井是养活了。他甚至是养不只是廖家跟王家，啊，这边附近的，我跟他这样估算有10口人家，和我们王家廖家有10口人家是用这口井，啊，不然日常生活都是用这口井。那他们常会邻居的话，他们会用扁担木桶啊，从他邻近的那个家，然后到这来汲水挑水，然后挑好，然后再
挑回去。那当然，他们来这边挑水的时候，他们会那个来闲话家常。这个井有个特色，它就夏天的话，它的水温非常冰凉，然后冬天的时候，它甚至有时候会冒热气，它是温的。所以当时没有电冰箱，那我们常常就会把那个西瓜我们会把它垂到那个用桶子垂到井里让它经过放了2个钟头，它就达到冷藏的效果哇，看得出来，你看亚东老夫跟廖家颖感情有几好哎，他家还够用这个井，而且还在里面放冰西瓜，是不是？对对对，它有一个西瓜冰，哦对，水井与西瓜的故事。对那我们先前在开幕的时候，就是也有就是把西瓜真的放到这一口水井里面去，好然后可爱让民众来体验一下，就是以前的一些生活的记忆。对，所以这真的就是以前生活的记忆耶。那刚刚我们在影片上有看到的，那个建筑，那整个空间就是中平路故事馆。对，那品存刚刚有跟我提到说，其实那个故事馆是在还没有整修之前的样貌。对，现在其实有做了部分的整修。对，因为日式宿舍其实很多都是用木造的建筑，所以它之前白蚁的部分比较严重，所以其实有重新进行过一个整修的工程。对，所以现在又变得更棒了，对不对？对，没错，更完整了。而且刚刚品存还跟我讲说，其实王家跟廖家2家人还会一直回来。对，没错，因为其实这个空间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感情的一个地方。那不仅王廖家人，其实很多民众他们也来到这个空间，说，他们以前就住在这边的附近。那其实这样的日式宿舍的保存，在现在是非常的难得的。对，而且是一个记忆的回味。对，里面的所有东西也是记忆的回味。那今天品存也带了一些东西来到摄影棚，跟观众朋友来看一下这样子其他的位省番风色。我看到一个非常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我有看过，我老婆有一扎吹橱就是它就是以前的冰箱。对，然后以前的冰箱底下因为要防蚂蚁。是，对，所以它就会有这个东西，这是非常非常古老的东西耶。对，它真的是先人的智慧了。对，而且我虽然没有在那个空间生活过，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其实已经搬离给老屋，就搬到市区，我就搬到市区去了，我并没有在我老家跟这些文物相处过。但是就像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这个菜橱。其实以前人大家都是因为没有冰箱，那食物通通都冰进去。对，所以都把食物冰进去，然后就比较不会坏掉。没错。对，然后下面就垫了这个东西。对，旁边装水。旁边装水。对。所以这样就跟以前小时候养蚕宝宝概念是一样的，就是蚕宝宝要隔水，这样才不会被蚂蚁吃掉。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概念。是的。对，那除了这个以外，我还有看到的是这个很漂亮的门把。这个是对用在哪一个门的门？我没有看过这种门把是，这个的话是日式的鳌门。对，那日式的鳌门的话，它都会每一家其实他们都有不同的一个门把的一个设计的鳌门。鳌门是什么？鳌门拉门吗？对，他们都是推门。是用推的，是不是？对。那这样的话，其实他们我们就把它这个更换下来的一些建筑的一些原物件，把它拿出来，也做一些现场的一个展示。对，然后我还有看到的是一个，它应该是一个文创商品，它叫做纽扣系琴。对，纽扣系琴，对，是，这是，而且后面还有一张看起来旧旧的纸，然后上面写了一些字，这样子。对，在这个空间的话，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一些生活故事跟一些情感记忆，其实等着大家来挖掘。那其实去年、今年度我们都有持续的在设计一些文创的小物品，那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物品，能够包装一些在地的故事。那像这个纽扣系琴的包装盒，它其实就把一些对于母亲对于孩子们的情感，把它写下来，那把它包装起来之后呢，变成一个这样的文创商品。对，它是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很可爱的锦绣包包的感觉。是。对，然后里面有线。对，然后这一包像药包的东西。
它里面放的是？它里面就是纽扣跟就是母亲写下的对于母亲的一个记忆的情感。那其实它也连接到中立的纽扣的产业，因为其实中立的纽扣产业。对对对，因为其实中立以前有许多的纽扣老店，其实现在如果去到中立，还是可以发觉有许多的店家现在依旧还在做营业。那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元素也把它融合进来故事馆的一个文创商品之中。哦，原来是这样。那这个还有一个很漂亮的杯子，它是什么杯啊？它是搪瓷杯。搪瓷杯。对。我还没有听过这个，好啦，可能是我见识短浅啊，没有我没有听过这个材质，它叫做搪瓷，搪是哪一个搪？一个土字旁的搪，土字旁的搪，对对对，然后对，然后一个瓷就是瓷器的瓷，瓷器的瓷，它的材质。大家听一下，其实有一点像那种钢杯的声音，但是它其实不是金属的样子，它好像不是金属，而且它的重量非常的轻，你外表看起来它像是陶瓷，但其实它不是，它是很轻的。这是以前人怎么样用来就是喝水吗？还是？其实以前人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材质做很多的运用跟使用，那包含之前喝水啊，然后盛食物，其实都有用这样的材质来做运用。那我们这一次也是把它的这个记忆，把它转换成现场的一个纪念小物这样子。所以里面其实在馆内其实有非常多以前我们看得到的生活的器具，然后再转变成文创商品，像是我觉得这个也很可爱。这个东西是什么啊？它的话是因为这边其实以前也很常有在做竹编，所以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材质来把它重新做使用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装成小物的一个小盒子这样子。真的，而且我们除了看到这么多以前的东西之外，你以为在里面就是只能看看而已吗？其实不止哦，到底包含做的是东西，还有东西可以吃。那今天品纯也带了这个非常应景的，这是汤圆吧？好可爱哦，但是它是干的耶。对这个的话是故事馆这边也今天其实因为刚好是冬至，所以也特别带过来这边分享给主持人跟分享给所有观众朋友。好可爱哦。这个是我们叫它花生白玉，那它其实把非常新香的花生粉撒在白色的汤圆上面，对，然后可以让所有的大小朋友一起来做享用。对，然后这个摆盘也太可爱了吧，好日式哦，都是这样子一份一份给大家吃吗？对对，那我们其实也是把它希望可以结合一些复古的像竹的材质啊，然后一些粽叶跟客家花布的元素，然后来做整个的一个设计跟规划这样。好可爱哦，所以你看里面其实是有客家米食可以吃的。对对，那除了米食之外，还有其他的吗？我们现在的话包含有一些擂茶，对，那也可以来这边有山甘茶的部分。那如果说肚子稍微饿一些呢，我们也有一些客家的面食可以来做，就是享用这样。所以都是在老屋这个空间，大家可以在里面吃东西。对，可以。哇，好棒哦！那可以想端到哪就端到哪吗？可以，我们在户外也有，就是座位可以入座。那我要去，然后我要坐在那个原侧的地方，跟樱桃小丸子一样，我要坐在那里，然后想象哦，你抽到给片，然后脚不用都嘎都no boy 放在外面，然后在那边晃啊晃啊，吹吹凉风，然后一边吃着那个白玉，它叫什么？花生白玉。花生白玉，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很享受，然后一整天行程非常的丰富。12月24号、25号周末，他要就做在去石木尼的市集，韩国妹做在去总品路故事馆，然后写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我分享一个我阿嬷小时候跟我讲的故事，就她小时候说，她其实是一个就是有钱人的小姐，但是她就是上亲，因为日治时代，然后就是遇到会战争，然后就是最后变得比较苦，然后就跟我阿公相亲，然后就结婚。她记得她说他们两个之间没有爱情，可是慢慢培养感情才有那个感觉的。然后我阿公去世的时候，我阿嬷都陪在身边，然后我们都很难过。然后
就还是很想他。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会让我回想到，就是他们的生活。然后今天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榻榻米，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旁边还有缝纫机，有点想去操作看看。心里很难体会到，就是以前古代的生活，然后就觉得这边很棒。然后当我们美术老师跟我们讲这边的时候，我就很想来，但是心想觉得我不知道我会来到这里。然后今天就是经过的时候，就带同学进来，就觉得很棒。好，看到影片，欢迎又转到福喜来嘅节目现场，我是综艺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小姐系中辣圣诞节很有圣诞节的气氛哦。唔但枪有中平路故事馆，丽莎哈来喊我欢迎一位帅哥，但是他的头衔叫做中平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我真的觉得他同理事长要当娘真的非常的不搭。欢迎博成。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平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录制我们的福气来了，是不是很不搭？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觉得这就是一个寒心的感觉？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要跟大家分享中平的商圈。好，先回到我们刚刚的那个影片，其实刚刚那个影片是中平路故事馆这次也有办一个影展。对，那这个影展刚刚那个影片也是里面的其中一支的缩短版、精华版。对，那里面这次有既然是一个影展嘛，它就不单只是只有一支影片，它大概有几支影片？对，这次的话，我们制作了一个走读老中立的一个影像记录展。那这个影像记录展呢，其实它包含了地方上的一些老店家，对，包含新真香饼铺啊，然后包含了花生酥糖，对，然后以及榕树下冰品等等的部分，我们把它都去做了故事的记录之后呢，把它集合成了一个小短片，然后在现场来做一个首映会这样子。所以是一个产业的感觉咯。我们把中立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故事跟地方产业，把它做记录之后呢，其实透过这次是跟学校合作，所以是透过年轻人的视野跟手法去把它做一个记录，这样。年轻人的视野，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一段影片，好像是比较多是像是住在附近的居民，他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他们怀念的，他们对这里所拥有的记忆跟大家分享。对，所以其他支也是类似这样子的吗？其他支的部分的话是比较不同类型的。那其实故事馆这边其实一直也有在收集一些地方的在地故事，那也邀请居民其实来到故事馆这边，除了留下故事之外呢，也可以就是找一些新的灵感，那也体验之前的生活。对，所以可以去那里留下故事。对，没错，这些都是来访的民众们帮他做记录的。所以是不小心就是走，今天去中平路故事馆走走看看，而且哎呀不小心上了我的纪录片了，是不是？就不小心就被拍下来，对对，留下自己的故事，是，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记录方式，它也更真实，对不对？博成有被拍到吗？
这么帅，你怎么可以不找他啊？幕后也有参与就对了。对，那其实这个影展啊，它应该它的播放的时间有没有一个限定的时间，还是说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它开馆期间都有在现场都可以看得到。开馆期间，那休馆日是哪一天？不要让大家就是白跑一趟这样子。是，故事馆在每周一的部分是休馆的，那开馆是从早上的10点钟到晚上的7点钟。那这段时间的话，其实都可以来故事馆，除了看展览之外呢，刚刚提到的影像记录的部分也在现场在做放映。对，所以他个有限的时间嘛，唔记得去到中平路故事馆去看看啊，里面的故事，还有这次的影展。好，撒哈了 Enjoy 转到这个周末的重头戏啦，就是我们圣诞节的活动。刚刚除了有公楼有这个实木级的市集之外，其实在中平商圈啊，在为了这个圣诞节，其实也打造了一个5公尺高的圣诞树，还是5层楼高5公尺高的圣诞树。对，那它很大，而且它叫做天使树。为什么它叫天使树呢？我先简单介绍是我们商圈的组成，因为除了是我们店家之外，还有住户以及教会跟我们的故事馆，因此我们推动的目标都是以公益的那个方向来做一个规划，对，所以陆续办了许多的公益活动。先前有办过了旧衣回收的活动，还有公益彩绘的活动，希望把公益跟艺文跟弱势者可以做一个多方的结合。那今年刚好也是我们长老教会130的周年庆，所以才搭配了教会来设立了一个5层楼高的天使树。它是5层楼，比5公尺还要高。对，什么是天使树呢？希望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能够我们募集了罕见疾病跟那个启智中心的弱势者的愿望，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天使，来帮他们完成一个圆梦的一个机会。那透过这个活动，也希望后续变成这个活动是可以延续性的，变成这地方是一个物资的分享的一个中心，长期的可以实现他们的愿望。所以，如果各位观众朋友，你的希多亚总品上田有看到圣诞树上面有的愿望，有一个愿望清单，没错，大家其实大家能力应该基本上都做得到，我们都可以尽量的帮忙。是，那后续他有可能，其实现在愿望已经被100个愿望已经被认领完成了，完全认领完成了。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响应，没错，对，还是可以继续响应。所以再来跟大家说一下。礼拜6、礼拜日的这个周末的圣诞节的活动，我们这周末礼拜612月24平安夜的晚上，对，其实这机会很难得，因为每年的平安夜通常都是在周间，今年很特别是在礼拜6的晚上，对，很难得，真的，所以我们就结合了我们的几个公益团体跟教会跟我们在地的居民，组成了许多报佳音的一个队伍，除了在晚会上来做着一个表演的呈现之外，我们会绕行整条市区到中立火车站做一个集结，来让点亮我们这个圣诞节，分享温暖与光。没错，所以其实啊，中平商圈它在当初刚开始渐渐在发展的时候，它铺了那个人行道，铺了砖道，对，铺了那个砖块，我就觉得哇，好有那种在西门町的气氛。没错，它之前的走向就是往西门町的方向前进嘛。我们有人称桃园的西门町，人称桃园西门町。原因当然除了是我们的硬体建制很完善，有人行步道之外，那我们的文化层面，我们因为第一个我们位于中立火车站，它是全国人流量第3的一个车站，所以我们非常多的人口的流动，再加上我们中立地区有10多所的大专院校跟高中职，没错，所以养成了我们那个区域是一个潮流文化跟青年文化的聚集地。哇塞！那另一个特色是我们还有客家文化的融入，对，因为我们在地在100年前就有许多客家人的移入，所以在现场虽然现在产业结构的转变，但是仍是在透过第一市场或者几个老店铺，把这客家元素的产业还是有保存下来。所以这也是我们除了像西门町之外，还有多了一个客家的一个特色的地方。没错，而且过去大家都叫它桃园的西门町，但是未来我们的这个帅气的理事长伯承说要把它推广成桃园的韩国东大门。没错，桃园的东大门。对，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我们纺织产业，其实最早的起源就是在我们的桃园跟中坜地区。对，因此所以服饰产业的那个产业链，其实在我们那个地区是很完整的。那其实我们在地有很多青年的创业，他们都是有设计师的一个设计的元素，所以我希望整合进我们现在创新的元素跟我们传统的文化做一些连结。
不仅仅是您说韩国的东大门，它也可以是一个客家的亚洲的一个设计的中心的一个发源。哇，我们直接把它走向潮流，走向国际就是了。故事啊，各位乡亲朋友，今日小姐发动是不是很精彩，非常的丰富？放养太家礼拜六、礼拜日去到桃园亚中乐的中平商圈还有中平路故事馆聊。谢谢两位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谢谢。谢谢。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时间休息一下，听电运通欣赏周运通。